They're breaking the taxi. Whoa, come here, come here. They're breaking the taxi. Whoa, come here, come here. They're breaking the taxi. Whoa, come here, come here.我们还是要呼吁港府保持克制，勿激化情势。香港海关这个全面进行这个搜查，包括台湾旅客的行李，禁止戴这个面罩或眼罩。海关所称的战略物资是否已公布具体的物资内容？港府可以强化公告禁止携带的物品内容，以利往来旅客有所遵循。我们对于香港这些各种新的立法的倡议由于它内容尚未明确，那么相关的形式，我们陆委会都会持续关注。不过，我们要特别提到，近期香港示威再次引发严重的警民冲突，我们还是要呼吁港府保持克制，勿激化情势，应该尽速理性、倾听及妥善回应民众的诉求。我想这才是促使香港社会回归稳定的最佳途径与有效的解放。谢谢。关于您刚刚提到那么香港海关这个全面进行这个搜查包括台湾旅客的行李，禁止戴这个面罩或眼罩。那这件事呢，我们已经责成我们的香港办事处来进行了解。那么香港法令或者海关所称的战略物资，是否已公布具体的物资内容，以及是否属于常态性禁止携带的物品，我们也要请港府可以强化公告禁止携带的物品内容，也就是港府自己要把它说清楚，以利这个往来旅客有所遵循。那么据了解，香港警方并未于官网公布不可携带头盔、面罩等物品，但是由于最近情势的紧张跟复杂，我们要提醒民众赴港仍然应该留意相关的资讯，避免大量携带相关的物品，以免遭到无谓的困扰而耽搁行程。本会要提醒我们国人，如果在香港或者澳门遇到各种急难的事件，都可以随时向我们陆委会的香港办事处或是澳门办事处来联系，来取得相关的协助处理。